而且我甲你讲，我嘛有咧实施期间主义。真的啊？啊，你是安怎用？就是我干那啉一杯奶茶，啊，毋过是大家拢啉一杯奶茶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练得》。大家好，我是滚滚 Q。大家好，我是轩轩 Q。观众朋友，这条是我的七卡村布，你甲后四赞，你当七卡村70摆哦。你敢袂伫公司洗你的七卡床布？我甲你讲哦，七卡村布，你用迄清水吼，安尼洗洗、切切、捋捋的，佫是一条新的七卡村布哦。啊，当作日头请洋洋的时阵，流做在寒的时阵吼，你用这试一下哦。好，今仔日咱要讲的就是最近真穿的一个网红，哪 Q？就是伊传一个影片，讲自律的查某囡仔有偌可怕，然后伊就讲伊拢是用这个极简主义来过生活。啊，伊困起嚟了，发现讲伊今仔讲的这个极简主义的这个生活方式吼，含伊早影片有足侪相差的所在。伊讲吼，我洗头澡的时阵答应一块地裤，有够省的。嘿啊，结果发现吼，伊早影片内底吼。有其他洗身躯的用品。啊，佮另外就是讲吼，较早咱讲的这个切卡床布。是。这切卡床布，伊讲吼，伊伫厝内拢无咧用。无咧用卫生纸。结果伊早影片呢，互发现伫迄个马桶的顶管有一包卫生纸。是。嘿，啊，伊讲吼，我答应一支笔。是。结果刀仔顶管进前的影片有翕到讲，啊，伊刀仔顶管有3。可能是别人后来送伊的。是。啊，就是这个极简主义的影片。看以前做这影片，拢无啥共款的时阵，足侪网友就开始质疑讲吼，哎，你极简主义拢是咧讲骗的，为好咱哦。啊，讲到这个，你感觉极简主义是啥物？其实我感觉就是，你知影家己需要啥物物件，用你需要的物件就好啊，唔免搁买一寡可能较虚幻的物件。我是安尼认为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卫生纸我也是需要用啦。而且我甲你讲，我嘛有咧实施极简主义。真的啊？啊，你是安怎用？就是我干那啉一杯奶茶，啊，不过是大家拢啉一杯奶茶。是，唔好去计着呢，我袂晓阿姆立克法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感觉极简主义是啥物物件？譬如讲你的装潢，文青风。对。啊，譬如讲吼，我就上介意是伫我的厝内吼，我的墙全部拢是用做白色的，简单放一个桌啊，一个椅啊，啊一张树啊，啊无啥物视觉上的冲突，看起来足水的，这是我感觉极简主义就是这种感觉。要毋讲吼，讲你感觉网友对咱 Q 的批评，敢有一寡伤超过的所在？其实我是认为讲，因为其实 YouTube 就是一个互大家放松的一个所在，所以我认为讲，其实可能每一个 YouTuber 创作者伊咧设定伊的作品的时阵，其实因为因的想法，毋过因想要安怎去设定，我认为讲这是因家己的会使去决定的。因为凡说讲，伊讲伊无咧食早顿店的早顿，毋过凡说就是伊后来出现这个改变，就是原本伊有咧食早顿，可能伫影片的翕这个影片时，伊佫有咧食早顿的啊，要毋过到这个时阵，伊开始改变，我无去食早顿，可能嘛是有这个原因。要毋过你看，咱啊 Q 伊无家己出来回应这个质疑，啊伊个伫呾可能伫遐删留言啊，删伫遐，然后一个网友佫愈生气。我是感觉讲，其实大家会使莫去遮严肃看这件代志。有的网友甚至是针对讲伊的面啊，或者是讲其他的代志，对去做批评。我感觉安尼就有淡薄伤超过，所以可能造成讲伊记载袂掉，所以就想要先用这款的方式来做一个图片。不过我相信伊可能了后会有一个新的想法。是，我是感觉吼，你做一个 YouTuber， 本顶你啊开始穿起来的时阵，开始红起来的时阵，你本底就是有一个社会责任，嘿，公众的人物。你社会责任你讲到，就是讲吼，伊爱对伊家己做出来的代志做负责任，前后无共。对，啊，前后无一致，对伊的影片有一寡公信力的问题。对。要毋过其实吼，我感觉 YouTube 这个物件本顶就是爱有一寡家己的认证嘛，啊，佮家己的人格特色出来，较会当互介意。
对啊。啊，你表现出这个特色的时阵，你第一个你会当表现出你真正的家己。啊，无就是你会当自头到尾。对，头是安尼，尾就是安尼。对。啊，唔通互发现讲啊，你是做假。啊，像我性地就是安尼，我就甲你讲，我性地就是安尼啊。你的性地足好诶。我性地足好诶，对吧？每一个观众拢知影。对，有当时啊，咱第一真正要讲这个物件的时候，咱其实有淡薄仔为难，因为咱要安怎去评论一个公众人物，其实爱有足侪无共的思考点落去看。对。像咱较早讲到，第一个就是讲，伊可能是真，无一定是真啊，无假。是。伊可能是这个时阵，伊真正是安尼，后壁真正变成安尼。咱嘛无法度去讲，伊到底倒一个是对的。对。啊，伊家己无出来讲，你嘛唔知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。对。啊，你做一个公众人物，你要教人做啥物物件，教人用啥物物件的时候，你就有迄个责任，社会责任。你若互发现是假，迄个伤害是足大的。对，所以其实做 YouTube 的影片，其实家己爱去思考爱做啥物款的代志，然后莫互家己前后遮尔无一致。是，咱第一一年都知道吼，会当教咱观众安怎用这个去卡层步啦。对啦，教大家安怎说。对啦，后尾这个时间继续循环咱的大家真认真，拜拜。一个物件，你唔免讲花草安尼，唔免想虚华啦。想想虚华，看起来足简单的一项物件，会当用，是，安尼就好啊。不过这种物件真歹找。唔是，这种物件其实拢足贵。是，真的有够贵的，我感觉这款物件真正拢足贵的。所以伊期间主义可能唔是俗，嘛唔是无要用。对。期间主义可能是看起来，互你感觉足爽快。是。起码是足好的。一种感觉对我来讲是一种。